时间差不多啊，我来分享。等一下哦，哎呀，第6章啊，在这里。好，时间到，咱先来祈祷。慈悲天我的天父，感谢你，也小使阮搁一届伫拜五阴暗，阮会当透过网络来组织。阮也要继续伫出入集记第6章的经文中间来研讨，来得到帮助。恳求主你小使你圣神的智慧，互阮，也搁一届将阮兄弟姊妹中间，特别是圣歌队的同工有真侪人感冒，即礼拜要去到伫英国服侍，也恳求主你来看顾，来医治。将今仔日的时间将近交托伫你手中，主你亲自来带领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迄个第6章吼，就接续伫咱前摆讲第5章，摩西甲亚伦第一届去甲法老王谈判了后，发生法老王伊就生气，就甲即个以色列人的即个工作来加重吼，无要互因吵，但是要求的物件却是共款，所以加添因的即个工作的分量负担。当然咱知影，法老王伊的目的啦吼，伊的目的就是要爱互以色列人民翻头去怪罪摩西甲亚伦啦，嘛有影以色列人就安尼戆戆受到使弄吼，就倒转去骂摩西甲亚伦。当然，更较重要是因为希伯来人因对上帝了解认捌无够深啦吼，所以因会感觉讲摩西亚伦无代无志去创一个上帝，叫阮倒去敬拜伊甲献祭，了后煞互因的的工作变做加足重安尼吼，无法度得到好的款待，搁较加重因的工作吼，这是因所拄着的问题啦吼。那今仔日的开始，伫第6章第1节就真清楚地讲到讲，上帝安怎来回应希伯来人所面对的困境啦吼。所以咱会当看见讲，这个记载中间其实是重复着第3章19节，上帝伫咧呼召摩西的时阵所讲的话，迄个应允。伫伊内底，上帝已经讲着重话吼。我甲伊放伫迄个经文的两边啦吼。这是6章的第1节，上主对摩西讲：当你会看到我安怎对付埃及王，我要用大溃力的手，逼伊放我的子民出去，甲因赶离开这个地。3章19节也咧讲：我知我若无用强烈的手段，埃及王袂互恁离开。我要来上帝讲，我要来出手来行奇事攻击埃及，安尼伊才会放恁离开吼。大概互咱去看到讲整个的出埃及记甲法老王谈判的中间基本上这是一个咱咧讲的主轴啦吼，就是讲埃及的法老王伊无遐尔简单就放以色列人离开，因为伊感觉摩西伊所介绍的上帝是伊毋捌的，而且伊无认为讲伊摩西的上帝干那一个尔有才调来对抗伊所相信伊背后遮尔济的神明吼。大概即个背景咱来放伫头壳底啦，因为大概到伫10个灾难进前，即个想法拢伫即个法老王的头壳底内底吼。
好，伫即个分段吼，我就无去讲啦吼，我就互咱看我就直接对设计者来讲吼。咱会当看见对第6章第1节到第9节是上帝对摩西所讲的话。伫即个中间，上帝就搁一解来去讲着，也是讲会通讲进一步吼。恁因拄着即个真实际的问题的时阵，搁倒转去伫咱拄则看到3章19节，即个经文，上帝差遣伊的时阵已经有言定吼。上帝已经料想着埃及王伊的态度啦吼。这咱咧讲，这对经常的常识来讲，嘛是真正常吼。因为上帝是伊毋捌的啊，而且咱前边有讲到讲，以色列人对伫埃及的法老王来讲，是一个财产，是一个经济来源，是一个工作的资源，伊无可能安尼就真轻省就甲放伊走。因有偌济人，简单讲就是讲，伊有60万的劳工啦，伊哪有可能安尼就放伊走吼？所以咱知影这是真困难，若无拄着真大的代志，伊无可能放伊走吼。咱若准掠转来现代来讲啦吼，咱即马咧讲伊讲也好啦吼，也是讲咱无论是针对是菲律宾啦、印尼啦，还是印度、越南等等的，咱毋是讲安尼凊彩开放人就会当进这人入来呢，嘛是爱有政府对政府的谈判然后才透过这个即种人力的公司去转介吼等等的，所以嘛毋是遮简单吼。埃及王哪有可能遮尔简单就放60万的劳工来离开吼？这是我想咱用现代的角度去想，嘛差不多会当了解咧吼。所以第一节上帝搁一解来讲，我若无用大气力的手，也是讲我要用大气力的手来做一寡特别的代志吼。伊讲伊就无可能来放恁走吼，都爱逼啦吼，爱逼伊。法老王到无法度的时阵，伊才会逼伊走。毋但是安尼尔，伊佫讲会赶因离开啦吼，甲因赶出去安尼吼，巴不得他们赶快离开安尼吼。所以咱对摩西的赶影来变蛇，伊的手生太哥佫得到医好等等遮个代志，咱知影埃及人甲以色列人拢经历着真足侪即种的灾难的时阵。其实嘛无遐尔简单，就会当一个就捌着即个上帝啦吼。上帝的气力其实伫出埃及记即个过程的中间，一直咧展现一直咧展现。无论是过红海啦，得到水泉啦，得到玛纳来饲饱啦，烟吞肉啦，甚至进入伫即个迦南地吼，拢是上帝的大气力咧展现吼。所以上帝讲，伊要逼伊放我的子民离开啦吼，就爱逼，就爱有咱讲的作用强的力去勉强埃及王愿意安尼做吼。咱若倒转去看12章会到结尾的时阵，会看到讲因遮厝边的人碰到即个金盆银器吼，赶紧请以色列人较紧离开吼。免得因阁继续来受处罚吼，大概有一种的情形伫迄个所在。第2节到第8节，伫迄个所在咧讲到上帝阁甲摩西讲吼，咱知影伫即个所在，上帝阁一解来强调伊家己的角色也是讲伊的权柄。伊阁讲我是上主全能的上帝啦吼，是咧。咱看见伫即个所在，上帝阁一解来强调，也是讲介绍伊家己来互摩西知影也是讲行了摩西拄着即个第一届困难了，就打退堂鼓。所以上帝阁甲伊强调甲伊强化讲，我是上主，是全能的上帝。咱知影上主伫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耶和华啦吼。全能的上帝，即个后壁上帝就叫做Elohim所以这两个对犹太人、希伯来人的
心内底，因是对上帝的认捌。过来，第二个角度是讲，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显现啦吼。出来及第3章第6节，咧讲到即个代志吼，嘛上帝嘛安尼介绍。然后耶稣基督伊伫咧谈论着国外的时阵，嘛引用着即个概念祖先的上帝的讲法。然后上帝对耶稣基督的解说中间是讲，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这是伫迄个耶稣咧讲到国外的时阵所讲的一个话啦吼。所以咱知影就是讲，以色列人啦、摩西啦，还是埃及的法老王，因对上帝的了解吼，拢无介清楚。甚至伫第3节的即个所在，6章第3节。上帝佮甲摩西讲吼，我毋捌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我的名，吼，拢无，因为上帝就安尼出现了定。所以，咱嘛伫迄个3章13节、15节的中间去看着讲，摩西问上帝讲，我要安怎介绍你的名？吼，自开始的时阵，上帝嘛无甲伊讲我的名是啥物货。敢若讲我是恁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甲雅各的上帝，安尼尔定。所以因毋知影上帝的名，但是确实知影有一个上帝呼召因、带领因、保守，搁来赐福因，带因来行头前的路。希伯来书咧讲着亚伯拉罕的呼召着足清楚。伊讲，亚伯拉罕当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伊含去啥物所在，毋知的时阵，伊就已经来对上帝去行，吼，毋知影上帝是啥物人，毋知影要去倒位的时阵，伊就愿意对伊行，吼，大概是安尼的信心。所以上帝拢也免去介绍，讲我是啥物人、啥物名，因就是安尼来跟对上帝啦，吼。伊讲上帝讲，我要甲因立约，吼，立约就是讲要甲即个迦南地赏赐互因，吼。第4节就讲伊讲。这是上帝解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地啦，吼，就是要互因进入伫迄个应允之地。出埃及记第3章第8节讲，我要落来解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离开迄个地，搁去肥水搁宽阔、流年甲蜜的地，就是迦南人吼。但是咱看到这个，就是迄个目的啦，吼。所以。咱前边咧讲着讲，第4章看到摩西去甲法老王讲，互我的人民离开3工，去到伫旷野来对阮的上帝献祭。到底这是一个讲法，还是讲有意咧甲伊讲较无严重安尼吼？因为摩西可能我哪知法老王伊袂介意以色列人来离开，咱拄则讲着，以色列人对伫即个埃及的法老王来讲，这是一个财产吼，这是一个会当做工、劳工，会当帮助因国家的经济的一阵足大阵的工人，伊哪有可能遮尔轻松、遮尔凊彩就放伊走吼？大概是伫即个内底，咱得爱知即个角度啦吼。所以。原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是记载伫创世记12章第6节到第8节的所在。当亚伯拉罕对着上帝行到伫迦南地的时阵，上帝就甲伊显现。第7节伊讲，我要将即个地赏赐互你的后裔。吼，亚伯拉罕伫迄个所在，就起一个坛来敬拜上帝，但是无拍算伊了后。拄着饥荒，伊就搁走去啊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即个所在伫亚伯拉罕的时阵就应允，这是伫咱看伫第6章即个所在，上帝搁一摆强调即个创世记12章的应允吼，互摩西通知。讲我嘛有听到以色列人伫埃及做苦工时所发出的嗨惨的声，当然这嘛是伫第3章。上帝要找见摩西，呼召摩西的时阵所讲的，我有听到因会伫迄个苦难中间的声。
所以上帝就记得伊甲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吼，所以伫迄个摩西，咱咧讲出来及这个代志顶悬，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誓约是足重要的一个基础啦吼，遮咱知影。伊讲，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吼，这是先知的职责啦吼，传达上帝的话，介绍上帝互以色列人，这是伊应该一直做的代志啦吼。我要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互恁毋免搁做因的奴隶吼。所以，这个解救逃亡上重要，就是要爱互因得到自由，对伫奴隶的身份来得到自由。但是上帝佫讲，伊要伫即个所在出手严严来刑罚啦吼。来救你，这个搁倒转来伫迄个第一节6章第一节是讲3章19节的经文所咧讲的，因为咱知影法老王无遮尔啊轻松就会放遮的劳工来离开啦吼。这个解救了后，一个搁较重要的代志要发生，就是上帝要甲以色列人来立新的约啦吼。伊讲，我要接纳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恁的上帝，这是重新立约的一个讲法啦吼。就是讲，我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的时阵，恁会认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但亲像伊早前甲亚伯拉罕立约、以撒立约，甲雅各立约共款，就是摩西咧法老王所讲的，我来人民离开三工到旷野，耶和华来守节献祭，吼，这个有影无？就有影，因着真正记到伫西奈山，伫遐来敬拜上帝，甲伫遐来立约，但是后壁面无讲安尼尔定吼。上帝佫讲，我要立誓应允，要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迄块地。我要带恁入去，将迄块地赏赐互恁做产业。伊讲我是上主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一直咧强调迄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早前就已经应允，但现在伊要来实践，要来实现，透过埃及的王来施行出动手，互因会通来离开吼。所以这个约会通讲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讲要带因出埃及的一个足重要的基础啦吼。过来第6节到第9节，就是看到摩西来转告上帝话，互以色列人吼。所以上帝就甲伊讲，所以你着爱直甲以色列人讲，我是上主吼，遮个代志。你着爱甲因讲吼，咱也看见摩西嘛真正去传达着上帝的话啦吼，但是以色列人因无要相信吼，因无要相信，伫第9节的所在所讲的吼，这话讲了后，以色列人毋相信，这个毋相信的原因，就是发生伫第5章迄个内底。咱看见着讲，因为摩西去甲法老王谈判了后，所得到因搁接受搁较重的苦工，吼，所以因无法度来接受摩西所传的这个上帝，吼，因为好若亲像讲，你讲的也无影食啦，吼，因当然毋相信啦，吼，后起圣因是安怎会相信？咱若去看到第4章的时阵，因会相信是因为有阿伦甲因同行。第二个是因为摩西有行神迹，所以因感觉讲摩西会不一样吼，会不一样。好，了后是安怎无信？就是咱知影，伊去讲了后，因就接受着法老王的授气，就加重因的工作吼，搁互因安尼
咱咧中文讲叫莫须有的罪名啦吼。伊讲恁因为笨蛋，才讲恁要去拜上帝安尼吼。好，过来对第10节到13节啦，就是耶和华搁一届来找见摩西啦吼。对第3章开始诶看诶时阵，上帝是一摆搁一摆来找见摩西，但是即内底有一寡无啥共款诶所在啦吼。好，咱对遮诶经文来看诶时阵，讲对第11节讲，你去甲埃及诶法老王讲，着放以色列人离开伊诶地吼。摩西就对上帝讲，以色列人拢毋听我，是安怎埃及王会听我诶话啦吼。所以这有伊诶当然背景，咱拄则讲过诶代志吼。所以上帝佫再度命令，第10节讲吩咐啦吼，事实上迄是一个命令，摩西着爱佫去甲法老王讲啦吼，必须要遵守诶，因为伊是上帝诶先知。偷放以色列人离开即个地，吼，毋是请假哦，已经讲偷放啊，吼，无搁再是讲阮去3工安尼尔吼，毋是暂时的诶。所以这已经是咧挑战法老王诶底线啦，吼，咱讲挑战他的底线吼。出来记第1章第10节，咱知影是安怎法老王开始来虐待希伯来人，甲因诶囡仔出世了都爱渡互死，因为讲因愈来愈强盛，吼，因愈来愈强盛过来吼，烦恼讲安那第1章第10节讲，咱着想一个好办法来对付因，才毋免因诶人口加添，战争发生诶时阵，联合着咱诶对敌，甲咱攻击过来，后壁即句上重要，离开即个地啦，吼。所以法老王足惊因离开诶啦，吼，白白着人着无去啊，安尼吼。过来摩西诶应答诶中间讲，连以色列人拢毋听，吼，是安怎以色列人毋听摩西，着讲即个埃及王嘛毋听，若照理论来讲，摩西认同希伯来人是伊诶兄弟，伊认为因应该是共一个信仰，吼，甚至上帝要来找见摩西来救因，是因为上帝甲因诶祖先有立约，但是以色列人家己着拢毋听，法老王哪会听吼？当然这是有一个逻辑上的关系啦吼。所以摩西意思是讲吼，免叫我去啦，搁嘛无效啊啦吼，因为法老王伊诶反应就是讲，我着毋捌耶和华啦吼，我毋捌你所讲诶上帝安尼啦吼。好，伫这个所在特别要甲咱讲诶是，无共款诶一个字，翻译出来共款吼，伊讲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呐吼，这甲头前。摩西咧甲上帝画巴拉眼伫第4章第10节诶时阵，是完全无共字，但是虽然咱讲翻译出来是共款吼，讲我就是袂晓讲话诶人吼。咱伫第4章诶时阵，牧师甲咱讲左手笨口，伫迄个所在，迄个讲是讲我是讲话真慢诶人，袂晓甲人辩吼，袂晓甲人辩，所以我无能力。但是伫即个所在用的即个希伯来文的即个字，是讲我的喙是无接受割礼的喙啦吼。甲头前第4章的是完全无共款。伫第6章，即个12节甲30节拢有出现即个字吼。伫即个所在拢讲即个物件吼。这互咱来思考一项代志，就是讲，基本上遮有意思咧表达着讲，我毋是一个属于上帝诶人啦吼。咱知影摩西伫人生诶头40冬，伊毋捌上帝吼，伊毋捌上帝，伊伫埃及诶王宫内长大。虽然伊诶妈妈做伊诶年母，有甲伊讲着民族诶代志，但是咱知影民族甲信仰各有一个距离吼，民族通常是语言、文化等等遮个，但是对信仰、对上帝来讲，必须爱接受着
迄个传统割礼啦等等遮个入约的代志吼。伫第4章第10节咧讲是，我袂晓甲人辩，我讲话真慢吼，正诶。12节甲30节就无共款啦吼。伊直接讲我是一个无清气诶人，我无受到割礼诶人。我又引用以赛亚先知书内底第6章第5节所咧讲诶，先知讲我是一个无清气诶人，我诶喙唇嘛无清气。相款吼，咱知影吼。以赛亚先知是咧受呼召诶时阵，伊用安尼来甲上帝咧对话。共款，摩西嘛是用安尼咧甲上帝对话。头起先讲我是讲话含慢诶人，即个所在开始讲着我是无受割礼诶人，我诶喙唇无受割礼。伫即个所在，伊用安尼来做借口，因为我毋是圣洁诶人。我毋是属伫上帝诶人，所以我袂当担任着上帝诶仆人，担任着上帝诶代言人伫即个所在耶利米书第6章第10节，我用2个无共款诶翻译本伫即个所在，咱看啦伊讲我因讲我若甲人传达你诶话，甲人警告，兼有人要听，有像今仔日咱拄则所看着以色列人著毋听。埃及王要哪会听吼？即共款诶讲，兼有人要听好。因甲耳仔凸起来，无要听；因将上主诶话当作滚笑，一丝仔都无爱听。好，我用和合本诶经文来读啦伊讲，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拄则讲喙唇无受割礼，则讲因诶耳仔无受割礼，就是讲因无属伫上帝，所以因听无上帝诶话啦。这是咱伫圣经诶经文中间所看到有一寡甲即个今仔日所看到摩西咧讲过，我是一个含慢讲话。伊是咧讲着我诶喙唇是无受割礼耶利米书第9章26节嘛有安尼诶讲法就是埃及人、犹大人、以东人、阿门人、摩押人，以及所有住伫旷野天变魔诶人，民族拢无受割礼，以色列全体人诶心嘛无受割礼这就是用安尼来咧形容，就是讲因民族无受割礼，心无受割礼，拢咧讲因甲上帝无有关系啦因咧指安尼诶意思啦好，所以伫即个所在嘛有人讲啦讲是毋是安尼，就是会当证明讲摩西可能就无受割礼啦但是牧师无要做一个定论因为即个足歹去做定论不过咱只是甲即个来了解，就是讲伊诶讲法，就是讲伊要用安尼来做理由，我无属伫上帝诶人，我无法度来代表，因为因拢无要听我诶话大概是安尼诶概念伫即个所在伫讲啦好，伫即个14节到25节，即个中间有一个甲前后文较无关系，咧讲到利未家族的族谱啦这是真趣味插入来的一段的经文圣经学家拢感觉讲这是甲上下文没有什么关系的一段插入的记载安尼啦咱注意来甲看啦伊即个咧讲到利未的家族将来咧讲到即个祭司家族的即个服侍的族群内底啦好，伫即个内底当然有一个记载，就是讲犹太人足强调迄种因的单一民族啦伫即个内底，但是其实有无共款的意义存在啦
伫即个经文内底有讲到约基别，约基别啥物人咱知影啦吼，伊就是即个摩西的老母啦吼。即段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有摕着3个妇人人，摕着3个妇人人，一个是约基别，一个是即个亚伦的太太，甲伊的新妇啦吼。这是较特别的所在吼。佮另外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被禁止的婚姻啦吼。咱看见着摩西亚伦的老爸吼，暗兰带伊家己的阿姑吼，因就是咧追求迄种迄种纯血统的关系吼。伫这中间咱看用尾伫利未记的中间就开始禁止吼，开始禁止。为什么伫这个所在提圣经敢嘛无法度介清楚甲咱讲啦吼？拄则我讲族谱中间有摕到3位的女性吼，亚伦的老母、伊的太太甲伊的新妇吼。伫这个以色列的族谱中间非常难得看见，咱有伫这个耶稣的族谱内底有看见着几个女性路德吼等等的遮的，但是这一个真第个世代内底出现3个女性，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记载啦吼。伫这个所在大概点出互咱看啦吼。就是讲，伫即段的记载中间，咱毋知影伊确实的目的是啥物个，但是咱知影伊伫强调着即个利未家族的一个世系吼，伫即个世系内底利未是将来帮赞亚伦的祭司家族咧服侍伫圣殿内底的一群族群的人吼。利未人就这个是伫摩西，咱咧讲犹太宗教内底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啦吼。好。摩西甲亚伦，因伫即个所在是非常重要，因为因接受着上帝的命令，要来带领着即个以色列人来进入伫即个离开埃及，要来进入伫迦南地。到底因的组织到底是啥物货？还是讲因即群人是代表啥物货？咱知影伫犹太人咧算人额，拢是用会当战争的查甫人来算人额，所以无论是伫出来及记这60万的人，或者是伫耶稣基督饲5000人食饱，饲4000人食饱，拢甲军队的概念有关系啦吼，拢甲军队的概念有关系。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也看到讲，亲像26节、27节。伫即个家谱了后，所咧讲摩西甲亚伦就是上帝捌讲因安那带以色列人一队一队离开埃及地迄2个人吼。为什么特别要强调这吼？圣经也敢嘛无有介确定的即个讲法啦吼。27节佫讲一摆，嘛是摩西甲亚伦吼。一直咧肯定，一直咧强调因2个人的身份甲职责吼。拄则咱讲的一队一队，就表示因足有组织。如果咱有机会倒转去看到福音书内底咧记载着耶稣互5000人食饱，因就是安尼一日一日排队排互好势，所以嘛造成当其时的政治的紧张。认为讲因是咧组织即个军队，迄个情形共款。摩西甲亚伦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你若无一队一队来带的时阵，是足困难吼。咱咧讲的乌合之众啦吼。一队一队带，因有真有组织性。因为因有家族嘛，吼，因有家族。雅各的下骹，就是咱讲以色列的下骹有12个家族。12个家族，因内底佫有小个家族，因咧一队一队安尼咧行。这互对伫即个埃及的法老王来讲，因是好若亲像一个军队吼。所以伊伫第一章的时阵，伊就足烦恼烦恼讲因会甲
甲因的对敌来联合啦，来甲因攻击啦，然后佫离开啦吼。所以咱伫遮看到讲，这因做正当齐时的一个真紧张的政治气氛伫迄个所在啦吼。好，过来上落尾就是28节到30节，吼上主佫一届命令摩西甲亚伦啦吼，有诶圣经敢是咧强调讲26节、27节，还是讲25节遮，应该是甲即段藏做伙，但是有诶圣经敢是感觉讲，迄段是无相关诶啦吼。无论咱怎，咱针对伫28节到30节，即个所在所咧讲诶话，咱来去看啦吼。28节讲有一日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讲话，29节讲上主对摩西讲，我是上主，我对你讲诶话，你拢着甲埃及法老王讲。30节讲摩西对上主讲，我是罕慢讲话人，埃及王哪会听我？这个恢复到伫头前。头前伫第10节到12节迄个所在，伊咧对上帝所讲诶话，牧师稍微小可整理者，就是讲，上帝伫埃及甲摩西所讲诶话，共款是命令伊呼召伊来带领以色列人，共即个呼召出现是3摆，到今仔日即个6章28节，第一届是伫摩西拄见着上帝时阵，伫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伫上帝诶山。地点无共款。第4章诶19节是伫米甸诶旷野对摩西讲话。伫第6章诶28节是伫即个埃及，所以咱若照伫拄则咧讲，我是上主，是亚伯拉罕诶上帝、以色列上帝、雅各诶上帝。耶稣咧解说是讲，上帝是活人诶上帝，是超越迄个世代，伫逐所在上帝拢甲活人同在。若安尼是时间诶限制，上帝是超越诶。伫对6章28节、4章第19节、3章第1节来看，上帝是超越着地点诶限制诶上帝。上帝伫何烈山，上帝诶山，伫遐嘛讲话；上帝伫米甸对摩西嘛讲话；上帝伫埃及嘛讲话。所以上帝是超越着时间甲空间诶限制诶上帝吼。咱大概互咱一个概念伫即个所在。所以上帝交代摩西讲，你着爱将我交代你、吩咐你诶话来甲即个法老王讲。所以上帝诶旨意从来毋捌改变过。对伫初次诶见面伫上帝诶山，或者是亚特罗诶家、米甸诶旷野，甚至即摆伫埃及，上帝诶拯救、上帝诶旨意从来无改变。所以上帝不但是空间诶超越，即个时间诶超越，过来伊是信息诶上帝，伊拢无改变吼。倒转来就是咱拄则咧讲诶，讲伫12节所讲诶吼。伊讲我是一个喙唇无受割礼诶人，这留一寡空间互咱来思考啦吼。无受割礼，我诶喙唇无受割礼，可能就是讲我讲诶话甲上帝无关系，因为上帝诶话无是信息诶，但是我讲诶话无人要相信，这嘛有可能诶吼。咧讲着。有嘛有可能咧指讲，着摩西就是无受割礼诶人啦，所以嘛是无受割礼诶喙唇啦吼。这着倒转去伫第4章咧讲着因囝受割礼诶代志，即个吼。有几个可能性啦吼。牧师诶看法是讲，咱莫甲伊讲互死啦，就是讲基本上咱知影伊咧表达诶，就是我要用即个借口来拒绝上帝对我来呼召。咱无想要接受上帝诶呼召，咱会找足侪理由啊！我着无闲啦，我着安怎啦，我着身体无好啦，咱有足侪理由，足侪理由，无要来教会，无要来服侍，嘛有足侪理由诶，这摩西就是一个典范，互咱来看啦，我想我较会徛伫安尼角度去思考去领受啦，好。
爱急王哪会听我的啦？我著甲你这都无伫代啊吼。当然伊用安尼搁再度来拒绝啦吼，拒绝上帝甲伊的呼召啦吼，嘿。我想今仔日个经文大概是讲到安尼啦吼。伫我互咱的资料的后壁面有一个附录吼，迄毋是牧师写的，牧师是对资料顶悬 copy 落来，互咱大概看一下，互咱知一下了解就好。我想迄拢毋是介重要的物件啦，就是讲，互咱知影伊的名代表的意义吼，就互咱参考安尼尔定啦吼。所以咱会当参考就好啦，就是会通小可了解希伯来文的迄个意思安尼吼。较重要我就会写伫即内底，甲咱来讲安尼吼，甲咱三甲来分享。好，今仔日就讲到遮。好，歹势啊，我声嘛阁无介好啦吼，不过比拜三好足济啊，嘿。好，有人要分享无？对拄则会讲的物件。有无？多谢牧师吼，嗯，安尼遮清楚吼，甲即个经文吼，拢做一个说明安尼，感谢牧师。谢谢。多谢文牧长拢替我校正啊，你帮我打足紧的吼，嘿，有打一寡字安尼，谢谢。袂，有无？一个就是迄个咱进前有读过吼，嗯，即个请牧师会看会当做一个解说吼。我有看过一寡资料，但是我想牧师再去解说一下吼，就是讲，上帝吼发落心意啦，即个牧师你的看法是安尼？你若安尼看，有诶捌人甲我问过嘛吼，就是讲，你上帝吼发落心意诶，你要搁怪伊发落，哪会对吼？即个牧师你的看法是啥款？我较会用另外一个字眼啦，叫做温准啦。上帝允许我们软弱，上帝允许我们去离开他，自己去探索咱的世界。好若亲像我倒转来用迄路加福音15章，迄个浪子的老爸啦，伊就明知知影我即个囝吼，着放荡囝，来讲，我迄阵仔做兵的一个伴吼，伊足爱用迄台湾话吼，讲一寡有诶无，伊讲吼，你知影这个人吼足勤俭佮骨力的吼，伊讲这个人着足好诶吼，伊讲毋是咧听好势吼，勤者俭做骨力开啦。即个细汉囝，老爸一定知影伊是即种型诶，但是伊诶老爸温准伊家己去试看觅啊，家己去过生活，去拄着困难，但是迄个老爸伊诶心神啊，永远伫迄个所在等伊倒转来。上帝嘛温准，埃及诶法老王伊会硬心，因为伊有伊诶背景嘛。伊所认为我我镜头者无无明好因为即个法老王伊家己有伊诶背景，伊诶背景就是伊诶德心宗教嘛，伊会尝试所有他认识的能力，所拥有的能力，伊想要用安尼来甲上帝对抗，所以上帝你甲看对第3章开始，上帝已经讲清楚啊。我若无用较重的手，伊绝对袂放恁煞。所以上帝温准伊一届搁一届试，而且你也看吼，上帝吼对伫上细项的灾难开始，上帝我对我的看法是讲，上帝其实是足怜悯的吼，互伊一届搁一届试，对轻的到尾都食重味的啊。真正无安尼做，已经无法度吼。到第10个灾难的时阵，
我会分析迄个伊是安怎要甲上帝对抗的背后，伊所咱讲伊仰望的，伊所挖刻的神明，到底是甚物货？吼，伫埃及的足侪神明的中间，咱嘛知影，台湾人的民间宗教的想法，就是讲一个偶像管一项代志啦，吼，咱讲祖生娘娘咧管啥？管生育嘛，吼，嘿，啊土地公咧管啥？咱知影吼，就是其实伫埃及的道神宗教，甲咱台湾的迄种偶像崇拜，其实有足侪足类似的所在，吼啊，我时间咱则过来讲这啦，吼。不过就是讲，拄则文牧长咧讲讲，有真侪人对伫讲上帝允许，还是讲上帝让法老王的心印，吼。这个互人足侪迄种误解的讲法伫咧啦，吼啊，所以我想我会较采取伫讲，上帝允准互伊去试，一摆搁一摆，用过这个摩西甲伊的谈判，这是一种吼变管影变蛇，嘛是上帝咧展现伊的宽平哦。摩西的手会当变这个太哥，这等等这一项来，上帝一直互摩西机会，互法老王机会，互以色列人机会。啊，过来就是讲，拄则文牧长咧问的问题，有的人去延伸啦吼，讲恁的上帝吼是足无天良的啦，干那要处罚埃及人啦，拢无要处罚以色列人啊。啊，这句话基本上拢是错误啦吼。如果上帝要让埃及人受难，以色列没事情哦，早就他就出手了啦，唔免甲10个灾难。好，我用10个灾难讲倒转来啦吼。为什么会有迄个搬过节？就是所有拄着的灾难，以色列人嘛共款面对，但是因为有上帝的恩膏，有羊羔的血，因为以色列人虽然毋捌上帝，就是讲啊拄着这灾难，啊无咱罔听摩西信看覓仔，所以因着去做看覓仔，因为因的相信，就得到上帝的保守。啊，这嘛倒转来，互咱来伫迄个咱咧讲约翰福音3章16节。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呐！所以伫这个10个灾难的中间，就是徛两边啦。你要挖刻埃及的神明，还是要挖刻摩西所介绍的上帝？我有10个神明，但是你有一个上帝尔尔。我要挖刻倒一个宽平。那你若选着平，你就得到保守。你若选毋着平，你就会去面对灾难。我想大概伫10个灾难之前，迄个法老王讲我毋捌耶和华，这个伊咧带领出来后壁的物件是伊的神明偶像。上帝出手的迄个保守，是你要安怎来选择？我大概较徛即个方面来分析即段的经文安尼啦。毋知有解释着你的问题无？好，多谢牧师吼。我想我迄阵我甲伊回答的是用罗马书内底有讲到任凭啦，就是出在意志啦吼，就是讲互人上帝有互人有一个自由意志嘛吼，用这个，我是用这个，甲牧师讲的应该是很相近的意思啦，嘿，共款的意思。保罗咧讲嘛是这意思对。我是用罗马书的任凭，因为罗马书好。常常咱话讲任凭，对，过来是断乎不可，断乎不能。这是保罗的一个书信，我是用安尼甲伊回答咱的兄弟安尼。好，多谢牧师。谢谢。好，那无请文牧长带咱来祈祷好无？好，咱做伙来祈祷。先来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今日通过牧师真正好的讲解，对出来祈求，互阮有较清楚的明白，
特别伫摩西受调的时阵所经历过，以及着阮后面要搁学习的主，拢甲阮每一个人三角地带，互阮通过出来及记，会当行出阮的埃及，互阮进入你所为阮备办的迦南。主讲起你祝福带领甲阮每一个人三角地带，主讲起来特别甲牧师三角地带，互伊的感冒会当紧紧来复原，互伊会当顺时。等于到伫美国上是伫美国中间遐个募款出入探亲，拢有助理看顾，带来甲保守，互因一家大细拢伫咧助理看顾。阮的兄弟白听的主讲起你有缘，甲因三角地带，伫阮的头前的路站主讲起你每一个人拢为着阮安排，为着阮来带路，主讲起你祝福阮要结束的时间有助理看顾。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多谢多谢牧师，谢谢。